女星刘嘉玲即使已经53岁，但脸蛋和身材都保养得宜。而日前她参加节目《熟悉的味道》时，也大方公开自己少女时代的照片，虽然带点青涩，但清秀的脸蛋已是佳人一枚。而刘嘉玲的美貌原来就是遗传自母亲好基因，她在节目上拿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同样惊艳众人。刘嘉玲也称赞母亲当年是苏州第一大美人。刘嘉玲在节目中难得公开少女时期的模样。当时的刘嘉玲坐在小湖池畔，一双大眼十分有灵气，虽然带点婴儿肥，但更显得可爱。而她那有神的双眼，原来遗传自母亲。刘嘉玲笑说：“我母亲应该是苏州第一大美人。”此话不夸张。当她拿出母亲少女时期照片，散发优雅高贵的气质，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其实，之前刘嘉玲过去也在母亲生日时，于微博晒出母女俩合照，当时大批网友除了送上祝福外，也大赞刘妈妈驻颜有术。而现在看到过去的照片，果然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。